我人頭擔保啊，員工價都冇咁平啊！我話嘅，我係專家，你唔係，所以我講嘅嘢你要聽。哭泣星期四唔買唔睬你啊！喂，老細咩料啊？咁平得唔得啊？出面買緊6000幾蚊嘅喎，而家3000幾蚊跑步機，仲要 Reebok啊，得唔得啊？得，你唔好煩，劈啊！我隆重宣布，老細話而家爆晒倉，唔係暗倉，唔係置倉，係個貨倉爆晒位，冇晒位啊！一定要減，又慳位又專業嘅 i1 4.0跑步機，而家原價6388，而家4條衫3333就買到，我人頭擔保啊，員工價都冇咁平啊！我話嘅，家用跑步機最緊要咩？梗係接得又慳位又要夠薄，仲要係接得快，呢部跑步機打開唔使10秒，幾型？好似我咁。i1 4.0跑步機設有12個預設鍛鍊程式，而每個程式都有佢自己嘅速度同埋距離，再配合體脂分析選項，就可以為自己個人設定一個訓練課表計劃。彈性嘅緩衝跑帶可以減低噪音同埋關節嘅負荷，令你跑快啲、跑耐啲。仲可以放平板電腦同埋電話，煲住劇跑冇難度。i1 4.0嘅倍速方面係由1至16個 kph， 究竟係咩觀念呢？16個 kph 其實係等於3分20秒嘅倍速，而一個10 free 嘅選手，佢只係教到14個 kph 就可以做到一個10 free 嘅效果。如果你想做到10科，你只係教10.5嘅 kph， 亦都可以完成到㗎啦。即係話呢部機，如果你一個普通嘅選手，又或者一個專業級嘅選手 ，i1 4.0都可以幫到你。i1 4.0 3隻色俾你揀，我哋就揀咗最受歡迎嘅白色做哭泣星期四限定，劈到3333蚊就可以送到你屋企，限量20部，淨係白色先有呢個優惠咋，賣完就冇㗎啦，快啲嚟買啦！